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0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到13节。约翰福音第7章40节到5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基督。咱伫前礼拜主日信息的中间，牧师用基督是主做题目来分享。耶稣基督是咱全生命的主，是咱做决定的主。但是事实上，伫生命中间，咱却无法度活出安尼见证，因为咱还是习惯为着咱家己做决定，就亲像约拿，伊虽然是上帝的仆人，却完全无要插上帝的呼召甲旨意。伊为着家己做决定，行家己的路，甲上帝呢完全离开。咱是毋是会记得，伊是先知，上帝的仆人，却无掠上帝来做主。咱的生命是毋是时常亲像约拿共款？伫表面上，咱是基督徒，咱好那亲像是上帝的仆人，但是内心还是讲实际上，咱却是家己的主人。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必须爱遵守安息日甲安息年。圣经安尼记载，6年的内面，你着耕作，着收成农作物；第7年，着互土地来休困，袂当种植。你的人民的中间的善车人，通食土地自然出产的物，因食的时，通互野兽食有春的时你的泡汤园甲橄榄园嘛着安尼做。6日内你着做工，第7日着安息，互牛如休困，互骡犁甲野脚的拢通恢复元气。我命令恁着遵守，别个生命的名毋通提起，嘛毋通讲互人听。这是上帝命令，得爱互土地有休困，爱互土地休困，就好那亲像咱的这个小根嘛得爱互散车人享受流落来的产物，爱互野兽食，并且爱互泡汤园甲橄榄园的收成会通留落部分，互送养的人来吸。因为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也是外邦人的上帝。上帝是好野人的上帝，嘛是送养人的上帝。才着安尼，上帝爱才会好野的选民来成做伊疼人的同工甲工具。人必须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成做上帝的仆人，真正顺服上帝旨意，忠心的服侍者。约翰福音第7章40节到44节讲，以色列人无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，因为因看袂起伯利恒。圣经记载讲，群众的中间有人听到这个话，就讲这个人真正是迄位先知；阁有人讲这个人是基督。不过嘛有人讲，基督哪会对家己而出？
圣经囝毋是讲基督是大笔的囝，是对大笔的故乡别离兴出。安尼，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起纷争，其中有一个人想要害耶稣，毋过无人下手。一些人因起纷争，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身世有无共款的认知甲看法。耶稣基督是甚物人？是人子吗？是小小伯利恒出世的人吗？是拿撒勒人、加利利人？耶稣基督问门徒讲：人讲我是甚物人？伊又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然后彼得讲：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。约翰安尼记载讲，圣殿的警卫转去见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因就问警卫讲：你若无甲伊押来？警卫因讲：毋捌有人讲话亲像这个人。法利赛人就对因讲：恁嘛，互伊倒去哦。咱的官长也是法利赛人，兼有人信伊。这阵毋捌律法的群众是受咒诅的。法利赛人的中间捌有去见耶稣的尼哥底母，甲因讲：照咱的律法，若无成审问来调查明有做甚物，才会当甲伊成定罪。因应讲：你嘛是加利利来的是无？你查考圣经就知加利利毋捌出先知。虽然伊是人子，伊是加利利人，但是伊是伯利恒出世的。负责掠耶稣基督的警卫，却讲无有人亲像伊讲的共款。尼哥底母就主张着爱先查明。事实上，见过耶稣的尼哥底母强烈提出毋通随意甲人掠，是因为伊知耶稣就是基督。但是犹太人的领袖却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但是无论犹太领袖是毋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不变的真理。诗篇19篇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伊的作为。一日对迄日讲话，一暝对迄暝传播知识。无言无语，无声无息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片，日头亲像神龙对洞房出来，亲像选手踊跃行伊的路程，对天的一边出来，射到迄边，日气普及万米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顺全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真济纯金较贵重，比蜜比纯的蜂蜜搁较甜。
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，受诫命就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。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，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阮永生生命的源头，是称留袂煞的活泉，是永无个夭娥生命的粮食。感谢上帝的救恩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